大家好，由律政司同埋香港家庭福利會合辦嘅長者調解研討會。今日嘅主題係化衝突為關懷，調解喺長者爭議中嘅角色。今日呢一個好前瞻性嘅一個題目，香港面對緊一個超高老齡化嘅一個社會，長者一步入晚年嘅時候呢個照顧係點嘅呢？一啲財產嘅處理係點嘅呢？咁樣。咁喺我哋實務嘅工作裏邊咧，亦都真係見到好多咧，唔係好開心嘅事件嘅嚇。加埋咧中間照顧者亦都係一個好大嘅困難咁樣。第一個矛盾咧就係一啲跨代關係嘅張力嚇。咁呢個咧唔係單單講緊代溝，而係講緊咧自主自決嘅爭議。第二個好大嘅矛盾咧就係關於照顧者嘅身心嘅壓力。第三個好大嘅張力咧，就係開始同一啲財產啊、繼承啊等等有關嘅。因為咧80幾歲以上咧，3至4成嘅老人家都會患上認知障礙症。因為 mentally incompetent 咧，就係其實會產生好多喺照顧上邊嘅紛爭。到好早期有機會確診到嘅時候咧，喺個確診屋企人睇法唔同，治療有唔同嘅治療喎。究竟應該係食藥，抑或係打針，抑或係藥貼咧？因為你個價錢好唔同嘅，咁所以咧又係會有一啲紛爭啊咁樣啦，就喺財務同埋喺個即係法律上邊嘅一啲嘅即係安排，令到下一代冇咁多紛爭，但係一代嘅和諧可以復延下代，但係咧一代嘅唔和諧，我諗咧即係禍延數代啊咁樣啦。早啲去規劃。其實都好緊要嘅，咁但係規劃嘅過程未必淨係個老人家佢自己嘅決定啦，甚至乎應該係同佢哋啲家人一齊去商量，所以大家點樣一齊共同去商議佢嘅晚期照顧計劃啊、晚期醫療指示都好緊要，咁着重呢，就係其實大家嗰個溝通過程。關鍵係呢，我哋點樣可以呢更加早去識別一啲高風險嘅個案，長者嘅需要呢，好多時候呢係有跡可尋嘅。係唔知嘅，只要我哋多啲關心，銀發條係冚過嚟㗎啦。我哋要做嘅係真係需要咧協助長者及早辨識、及早介入、及早支援、調解喺好多嘅家庭紛爭裏邊咧，擔當一個好重要嘅角色，係可以幫到手嘅。Elder Mediation 咧係可以俾我哋一個平台，係咧可以減少將會發生嘅一啲嘅 abuse， 包括係 physical、emotional、financial mediation。skills mediation 嘅平台，俾我哋可以幫助屋企人，即係有更加好嘅選擇，更加 cooperative。長者調解咧係需要一啲特別嘅技巧同埋知識啦。第一咧就係認知障礙，長者調解員咧需要對腦退化咧有真正嘅認識。第二咧，長者虐待啲嘅問題，咁有可能咧長者咧喺屋企咧係受欺凌嘅，咁呢個虐待佢哋嗰個人咧，可能都會喺嗰個房間一齊做調解嘅，咁所以喺呢個情況下咧，長者調解員咧要非常留意有冇啲 abusive 嘅跡象，跟住去了解佢哋之間嘅權力嘅平衡，咁好好咁處理呢個問題。第三咧，長者調解員咧要非常理解同埋去留意參與者之間嘅權力嘅平衡嘅問題。常見嘅調解議題裏邊咧，當事人同埋參與者咧可以自己傾，自己係處理啦。咁但係有啲特別啲嘅 case 啦，即係例如法律方面啊、財務安排方面啦，或者佢已經行為能力咧已經冇咗啦，佢需要係委託一啲執行人嘅幫手嘅話咧，咁我哋需要幫助嘅調解員唔係萬能嘅，不過咧佢哋就會引述其他嘅醫生啊、醫護人員啊，甚至乎係醫院職員一齊介入，去處理好嗰個個案嘅。清官難審家庭事，如果可以預防嘅話，呢個就係最直接嘅方法。點樣預防呢？簡單啲講，啲嘢清晰啲，或者用一個法律嘅角度做一啲老人三保呢啲嘅文件嘅啦，預先去好好安排自己嘅財產。咁立一清楚嘅遺囑。如果唔立遺囑，當然有好多嘅灰色地帶，亦都引起好多兄弟姊妹嘅爭議。另外就係持久授權書啦。如果一個人精神行為能力都開始缺乏嘅時候，佢嗰啲資產點去動用呢？咁就係做一個授權書。咁所以到時佢個精神狀態唔好呢，仔女佢信得過嘅人都可以幫佢動用資產。咁第三就係預設醫療指示啦。
即係有啲嘢喺法律上做得幾多，可能你都做咗先。咁但係個原則就係公平啦、清晰啦，對外就係低調啦。一位年長嘅人士辛苦咗大半世啦，佢就同屋企人咧就住啲照顧同財產安排上面咧就發生咗啲摩擦。對呢個長者同家庭有啲乜嘢最好唔好發生呢？就係唔希望佢哋咧要家人之間對簿公堂，要佢哋唔對簿公堂，咁要有一個嘅機制，有一個方式去幫呢個家庭啦。咁如果有一個平台咧，或者一個方式可以俾大家喺一個和平嘅氣氛之下啦，大家喺保密嘅情況，可以各人都表達佢嘅想法，去一齊揾一個大家都接受嘅安排。咁呢個就係調解啦。